内名嘅王出隶属经连续王册做得讲系世界上最内名嘅虫诶，无论点样嘅环境都做得生存。先生是讲过，人类出现伫地球嘅3亿年前，王册嘅老祖先早就伫遐做到诶。结局比方，硬当当嘅断毛当面感，略略嘅感受到唔错，向岩石走到两脚毛凸体，一三目都看无加重样。我看佢细细只嘅。佢是迄个最强嘅生物咯。当下条一个半夜，我本身用点屁股伫梦中同孙后嘅复习，重生不老慢慢风感觉到有某个东西对我嘅嘴角扫过去，痒痒。我纯属一辈，命到一个硬硬白白嘅壳，随百块木做分享嘅。阿妹爱哦，伫我嘅枕头上，一只太王出同埋两对象，吓到我心烦当中，鸟茶一起写出来。啊，一声。房车蛤蟆蓋很多太馬上，按夜嘅沙聲鬼叫，微微滾做乜嘅喏？阿妹停停開門入來，我一看到救生來嘅夾夾飆過去南向嘅都市，啱啱要叫出聲。王出，要王出！順定我嘅念舌只看下去，佢已經使出比岩照白太法，岩啲拍白當嘅王出，都像一個作定金娜娜嘅嘅蛇皮路，啲嘅密士腳派條嘅路。啪一聲，答到得準。不過太王出咩唔輸人，下塊撲佢使出悟空術，從紫檀樣嘅對定嚟到避過來。啊！我嚇到威王殺天，夾夾飆上面床，一時間天邊睇七架幾件超棒嘅體重，有千名固啲面床邊向碰標幾下，也嚇慘嘅。唔知喺面床邊踢撲，也係捱踢太橋。幾家一聲，面床邊本嚟定別嘅。面床邊我本定立嘅，係唔夾家下來，跳到半面微風嘅阿妹也無心應戰，轉過神來關心。我也輸在難免，染起某個王出嘅擦地鞋，出啲變壓嘅強能度。適當嘅我一看到鞋帶係穩穩染定王出嘅一皮撲熱，點到飆到半天高，嘣一聲，隨過我嘅面床邊，真是本來定立一太空，一下阿妹嘅面色看起來比王出還較定人強。啲阿妹嘅學得上當中，反上嘅王出樹爬腳歇，一下都轉入白牆嘅細碰嘅空命起嘢，下向我掩定阿妹少女嘅皮骨印象。唔止王出前係同孫後嘅比賽長生不老，那個我較厲害。棒球國天意研究天使播出台灣隊拿到世界棒球12強冠軍，所有嘅球員聽到南強下優秀又驕。一個冠軍，台灣等有32年安久嘅頒獎典禮中，中華奧飛飛過，喺現場看比賽嘅台灣球迷目則攬感停停太上蒼，看轉播嘅眼咪感通到鬼神解馬皮砰砰起，想起韓世嘅世界。我哋狀況有一層聲音盤當行棒球，從頭會抽定去練習打棒球，見地到乃是有棒球比賽轉播，就會上車帶定愛電頭，去阿兩百個插貨店向下看轉播，大家坐下看到當日文，心情也會停停中華隊打擊同風樹起起落落，看到中華隊打出安打也係全壘打，我哋會歡喜好天見猛能分關嘅，誰唔會說？唔過那係分別最得分，大家又會受到會喜愛無停，大家平常時打球嘅無半撇，唔過都看轉播比賽嘅時節，啥啥都唱係專業嘅球評，盡講自家當會用嘅，我哋打球嘅球棒係同買山參數嘅阿財白兔嘅，球嘅係學校先生無愛嘅名球，輸落嘅係我哋用幾種球波製成，向下執出來嘅球場就對阿明古加木筍嘅空體。我用佢哋轉角做濾包，就跳掉喺球嘅，才開始搬肉向球嘅傳到奶，佢就腳到奶，一下冇注意，阿汪學起來咬到球嘅，就走落田度去，嚟到味道同味嘅球嘅腳轉來，
咱还会估得到嘅系人家辛苦耕嘅田，规阵生意呢都表落田都叫阿汪。伫双球田做事嘅阿婆爸看到挨到规阵抢入田都，他马上对人喊脚蹬过来，快些哦，快些哦，田抢快了，无人搞事嘿么？咱啲无叫冇安事，阿汪看到大家脚来，啥走都跳，表上表落，只有本挨到脚。就安尼，阿婆爸叫挨到叫阿汪。同一球好好嘅田，抢到外国视察。经伊转业了后，大家做下食到斯坦人准备嘅好料，竹笋炒肉时，食到饱必必嘅。太日过后，虽然大家牺牲各地，过得无穷样嘅生活，不过尊重下嘅时节，还系为炒穷下泡茶材料，讲起挨到嘅又欢喜又快乐又木质又潇洒嘅童年。嘅下嘅挨到虽然物嘅都无钱买饼。无钱买人搭，无钱买玩具，不过挨到有清单纯嘅快乐，还有清珍贵嘅童年。第二楼嘅木棉树小必连延续，好到杜兰球场顺，总有2排青苔条嘅木棉树。当然1到3、4年木棉花开花嘅季节，开到冬闹热，一树当风啾啾清好看。其他树下看，红色嘅花衬垫拍匀，有样讲都不能婀娜。想到过多人啥啥都讲，哇，实在很强，很浪漫哦。不过我认啲也花奖系奖，但系未清咩水人。奖嘅背后。其实也是一场令人为有本人头脑痛的噩梦。就係人講嘅，看法人乃啲所發嘅艱苦，冷天嘅叫強風，小小棍吹到樹當嘅葉嘅搖啊搖，搖定都不跌，跌到規個籃球場黏嘅樹葉嘅，附近所籃球場嘅挨掉，人就受到最度 PQ， 時常大早就受到規身汗流脈絡，將做嘅脈嘅太條路用嘅。一條樹葉嘅清滅生人，飲數就數唔嚟，見擺張數啊好，一陣風吹來，原本所好嘅地方有一天嚟嘅樹葉嘅，籃球場鋪一層嘅綠葉，像係鬼皮樣嘅。春天來嘅，天時較少亂掉嘅，木棉花都開始太開，嗰種羽毛球火紅色嘅花蕊係另一種風情，實在講，本人我腦得。天來風不時就像有一層盤盤嘅花毯。假使係唔是說，我可能要為欣賞佢條嘅獎。也一類跌下來嘅紅色羽毛球，帶來另一種麻煩，實在無格實。撒下來，發菜。等等春天腳步漸漸行熱，棉絲也開始隨風飄散歸天來。一條白色嘅棉絲，又係另一種新嘅挑戰。佢條飄喺空中，還會等等風散到門內嘅，吹到奶鹽啲奶，搭在角頭背角就有佢條嘅種隻。所唔睇嘅棉絲，高面嘅人，仲係雷木族，仲係黑潮噴田，實在懂得熱鬧。半點都感受唔到那味浪漫。棉絲季節過嚟，又開始掃樹葉嘅，掃落花，掃棉絲，年4年安樣過，我條只泡木棉樹安定熱鬧，佢就講形容獎係獎，來鳥定人獎。花係跌下來，秋到94，凡事有一好無兩好，一年挑田。木棉樹帶來無窮樣嘅面貌，冷天嘅綠葉，春天嘅綠花，等等嘅棉絲，故所啲木棉花季節度，唔但將欣賞佢嘅獎，也啲所處嘅過程中學會耐心同堅持。每一擺情愫都係同自然共處嘅一種方式，雖然動卻唔過一般人嘅感受欣賞到生活嘅好同快。幫太索嘅指揮，持續經人作，也係親密一場嘅關亞決賽。談到邦線，英尼實，
先生嘅上手停定去，搭上人松树较夹形态落索，尸体向后望，将南纹向后肩，树夹下夹定嘅系日头，心跳上的胸脯大锣鼓，顺着额头流下来嘅系针子上一样嘅汗水。冇想到对手一路同我哋唔定过体育场嘅比赛杀输脱，唔甘嘅心情全下啲面孔，想到抢存一百嘅机会，大家嘅心肠卜卜跳，顺方加油嘅同学未嫌到出国嘅冷命。先生我哋心沉稳，头太起，堂姐就是日头，双脚爱像荡在天内方，每一步都稳稳坚定胜利嘅样嘅，总算完全变第三场嘅机会。第三场嘅冲上，邦又响起。大家扭转同心协力嘅信心，向下喊出赢你噻，赢你噻！一步一步退後，都係一步一步向前。一句話咩啲牙嘅義工順向去，人過來有人過去嘅泰勒索，都像一面掃過來有掃過去嘅沙果，肯定一面沙果強強都愛溜過去咧。同學嘅加油聲見來見睇上，前場天數來定嘅條風索中，閃閃天天地又挖過來，再頭到幫。一聲，世界上點的一秒，任是歡喜樂天，大家都聽到跳起來，鼓聲嬉戲，冇唔錯。我哋榜樣最美嘅一場聖戰，面上也好奇好高期盼班級幫體操比賽，運動平方接上看到眾多班級啲嘅練習，結果嘅先生啲體育課教大家認識幫體操嘅基本規則同技巧。請記得先生講，幫體操唔係比馬上人較大力。係比那隻班級較團結，一句話聽起來當簡單，而做出來是冇人改。為咗培養大家團結合作嘅精神，每一擺嘅練習，由同學嘅書包中起水漂，由同學嘅腳趾頭擼到爸爸，我就跌到死腳仰天挖挖滾。唔過冇人講會放棄，一擺比賽正規嘅畫面，都係我哋向前邁進嘅痕跡。來去體操。我哋學習按樣辦向下來跳起，按樣辦來集中力頭，按樣辦堅持自家嘅定位，相信最後也唔係後退係前進，用倒退來完全勝利，強心臟做的扭轉局勢，欠一生人都做唔得。唔單止係體能嘅素養，還加係意志嘅考驗。我哋用團結合作書寫了一場本調嘅篇章，你本來學習到向後退一步，都會向前進一大步嘅人生智慧。游出未來，連前飛年。講到涼水，唔會想到乜嘅。我想大部分嘅人聽從吟詩就想到樹搖鼻。對我來講，涼水唔單槍止渴，還加像係一種本人輕鬆歡喜嘅幸福。唔管係邊學校同朋友共下買一杯來盡行盡飲盡打嘴鼓，或者係考試考題同自家鼓勵一下，一杯涼水總做得帶俾我一隻好心情。我親中意嘅涼水係珍珠奶茶，奶茶嗰種濃濃嘅味絲，加上生壓嘅珍珠，見擺適度嘅時節，幾日嚟嘅煩惱都會唔見脫。只有珍珠嗰種感覺，唔點樣我都會本人親滿足。唔過，學校健康教育課未接上提醒人哋，也親到涼水糖分都當高，假使當日都飲涼水，可能會變到皮卒卒咧，還個會有蛀牙嘅問題。除咗講對人哋嘅身體唔好，學校先生還提醒人哋環保嘅問題。先生講，唔飲一杯涼水歡喜10分鐘，地球可能會花幾下10年，將做得分解嗰條塑膠杯嘅封膜絕管。尤其當人都亂搭，最尾可能會被海洋地位嘅動物食咗，嚴重嘅話還會害佢哋死脫。當然我將發現，原來人哋每日飲嘅一杯涼水，沒抗定很多問題。故所我不卡開始做一系列改變，比如講，我們也還會自家泡茶、打果汁，還會做成人版加牛奶，又吃又空間。也還我們會帶自家嘅環保杯嘢去買涼水，還做得3-5個月呢。涼水有無同樣嘅口味，就像人生同樣，有人中意甜嘅，有人中意酸嘅，有人中意濃濃嘅奶茶，
有人中意双口嘅冷泡茶，就像按照米上人嘅人生，咩冇可能单抢一种米丝。有时节系甜嘅，像系考试打头名，朋友送生日礼物；有时节系酸嘅，像同朋友演假；有时节系苦嘅，像考试压力大。因为有一条无穷用嘅米丝，人生长有层次有故事，就像里面一口绿绿嘅苦苦嘅牛茶后，等到外卡蒸下下一口甜甜嘅嫩泡，生活都无可能当日都顺遂，咩无可能日日都快乐。假使按照愿意体会一条酸甜苦辣，都系按照成长嘅一部分。凉水做得大本人快乐，不过按照切对咩学会选择对身体好嘅，对地球友善嘅国家爱抵的质量，就像人生穷样，唔系追求越多越好，系度度好最好。我喺西施中主要研究韩式嘅爱，最熟悉嘅唔系那件补习班，也系才艺班，系闹热、充满人情味嘅雅思嘅。为咗本来有较好嘅成法，阿妹日时头啲天空做事，连暗头又一赶紧去雅思摆摊嘅买米饭皮包嘅夹嚟一条。闽南雅思、古书雅思、六鬼雅思，那片有人，那片就有阿妹嘅身影。阿妹虽然当日中上中下。不过我冇谈过佢辛苦，佢压定牙见担定硬，绑定操健爽得看嘅精神，係我一生人嘅榜样。嗰時節我掙脱骨少，阿妹仲會試定夾雞台上現茶嚟接我下課。嗰台茶係就像一個小型嘅倉庫，地位帶到白色嘅火同鐵架嘅。不過阿妹就像魔術師樣嘅，用夾口數變出一個小空位本來坐。雖然當站當快坐，不過我還係會去到見獨孤，喺個我冇衰脫，我都會同阿妹聽下課擺攤呢。當然，有時間我會揸些衰脫，享受一下本阿妹寫嘅鐵鉗。攤呢擺好些，我會拜託阿妹本我白色嘅緣，希望我最好是嘅讀，大家要認真做生意麼？故所大家都很愛，也是嘅些事種。涼水攤嘅阿姨會約束很愛去。市長一杯珍珠奶茶請飲，買 QQ 卵嘅調價，咪會熱情講。阿弟姑一包本拿轉去同阿妹傾下食，嘅時節嘅愛，書行拿定食嘅東西，習慣都仲能快樂同沙皮。也是嘅咩係愛睇一擺穿梭飛嘅地方，特別隔壁買香酥雞嘅調價人數唔拉，都係很愛去聽書落錯春景，做到簡單嘅寫條，3點鐘都穿到300元。對當時韓式嘅我嚟講，就像係撮頭像300萬樣嘅，聽到耐唔得。喺講調價冇錢嗌，我就留啲阿妹嘅攤內行，聽所有人客數錢找錢，順勢當出邊嘅等人客惡弄嗌。記得仲係小定講，出題唔曉試茶嘅，還有乜解唔會嘅？嘅時節嘅嗌，譬講幾件跳到上我嘅片戲嘅，也是係唔單槍係嗌食也夾數費嘅地方，很加重要嘅係。佢會用來同阿妹兩姊愛快樂嘅回憶。一下睇嚟以後，明白行業也是看到一排一排嘅天火，一排嘅天火，一個一個無限悽差嘅身影。仲會想起頭擺嘅團兒咧，嘅兩姊愛身影，啲也是順來順去嘅細事中，用松樹唱起佢嘅木卡阿妹。西瓜像烏蠅李20年作，讀小學嘅時節，當年暑假也愛都會再去加工木卡了1-2張熱。記得有一擺阿爸視察經過西瓜田，看到嘅西瓜一粒一粒啲蘆筍貼到高高，順風一堆排嘅下定一粒100塊。阿妹念時講，用按便宜，
早起工前都唔拉哦，都嫌阿爸同茶嘅停下來，偷嘅一粒泰西瓜帶去加工木卡，都會啉暗嘅天時限喺當鹹熱。吃飽夜過後，大家將手到幾種燈嘅到泰樹下吊亮大嘴鼓，啲做下同家婆天數，同幾粒泰西瓜鋪咗一點一點，家婆最下看下後冷水都會跌下來咧，都先切一堆本色。哇，沙沙甜甜又透心涼，很好食啊！夾夾到去泰樹下，大家一點食過又一點，食到死咗一批。也是第二公順聽到嗡嗡嘅聲，原來係一隻烏蠅。怕迄本西瓜嘅甜蜜香到，都伫牙順風鼻上鼻下。你食西瓜哪有時間搭機？都凊彩用手飛兩下，想去同佢飛走。冇想到過無一下，也唔知是個烏蠅又飛過來，嗡嗡嗡嗡，實在很定人腦。講嘛沒有一鋪鐵，天生萬物都有佢嘅優點同用處。像群落嘅糖棚嘅或菜物，將嘅用藥嘅做得本人欣賞。做乜解入烏蠅就冇半點好呢？上到出嚟樣，兩粒木主人太太粒，規身又烏索索嘅，像係萬奶烏蠅鉗烏蠅毒，害人學呢度。接聽到太人講，有人標譜都有人輸，八條就問家公，阿公，條白嘅人都會喺屋卡學一隻咩話來做老處嘅啊？唔講入烏蠅最強乜解喏？來學一隻，安尼就唔驚烏蠅來作怪咧。阿爸啲變順聽到早起嘅聊講，佢哋學一隻辣好冇？阿未愛哦，冇講笑啦，一個定人鬧，一個又定人驚，半斤八兩冇卡樣。花都問講說，佢隻烏蠅又比咗來咧，很強啲西瓜當風。冇當當嘅看見佢比啊比嘅，前面停啲點條風。佢飛來咧，實實掃起報紙對準準都會搭過去。啊，本佢比走咧，嫌阿爸夾夾來聽書。露台尾顯嘟嘟嘅來釣鬧熱，大家七手八腳，家婆看到小店講，唔是按無限，夾夾同西瓜皮簌簌起來，目標啲嘅像烏蠅較有樣啦。係哦，粗肉像烏蠅，實實同西瓜皮變一垃圾台，個讀到神痕痕，按樣一定然後嘅烏蠅就冇去好倉嚟哦。幾輪花仲好想研究，一部嘅行過沙期嘅公園，看到幾輪花要開咧，香味隨風飄，拍花望閃，呢啲石頭路巷都將一粒粒切開來嘅水珠卵，本人停下腳步，天天嘅欣賞。捱過下來，飲起一類爭跌下來嘅幾輪花，佢雖然幾件離開樹話，唔過冇面貼，還係拍槍又層層嘅清香味。一類花飲時就本來香氣。前幾日學校舉辦嘅通福亂發通，今日我哋邀請到來自龍潭北印農場嘅劉太子分享友善飼養嘅觀念。佢表示，佢那係學地龍嘅度，無法度自由行通，也係曬日頭，就會變到當緊張，3分2時就破片，生出來嘅卵自然唔會健康。佢還講，台灣現下真正友善飼養嘅雞卵，太快將量上天天，大部分嘅雞卵還係來自吉利龍嘅。友善飼養係一種尊重生命嘅學動物方式，也從發通唔但將係本學生嘅了解動物嘅福利，也感通到家長。有一個阿美人講，原來每一粒雞卵背後都有一隻雞媽快樂也係悲哀嘅故事。行一擺去市場買雞卵，為國家支持通福卵。發通當中，雖然係用通福卵做卵件。有一個學生嚟講，希望雞嘅會少，佢生出來嘅卵一定會更加konkr獻。聽到一句話，我知道當感心，家庭教育日，我哋教細人嘅安心食東西嘅方式，咪教佢哋關心生命嘅方式。我又想起去年學校同 Q 嘅機制改做生命教育園區嘅時節，每次辦過一隻祈福卡嘅發通，有一個學生喺寫，希望雞媽做得過多幸福嘅生活。短短一句話就展現出細人嘅對生命嘅尊重同祝福，也正經就係我哋做生命教育嘅目標。
教生人哋對尊重一粒卵開始，了解生命嘅價值，學會溫柔對待世界萬物。都將結論法嘅一生，花開代表出生，花落都係離別。雖然花落到天涯，唔過香氣很彩。人嘅強樣係講一生對人有愛，做有意義嘅事。雖然有一日天才會離開，未會留下本人記得嘅身影。望定公園滿天涯嘅結論法，想到我也經驗為到生人嘅設計生命教育課程。雖然過程當中有時會遇到打擊，唔過更較多嘅係感謝，因為我哋有條香氣唔單止係為到自家流傳，還可以有本人記得送發本人所留香嘅用途。